后来继续来看前总统马英九被指控主导着国民党属卖中港、中视甲中影，害国民党的损失高达72亿。台北地方法院今仔日一审宣判，被起诉的6个被告当中，只有前立委蔡正元被判有罪，其他包括马前总统拢判无罪。 已经3年过的3中案，前总统马英九台北开庭拢有到场，伊用指控伫中投和光华公司董事长张铁添总经理王海清2个人的协助，伫讲电话期限之前，国民党退出经营的媒体暗砍实质处分的动产，用复杂的交易内容卖动产，互国民党损失72亿。涉犯证交法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罪。台北地院今仔日一审宣判马英九、张铁添和王海清拢无罪。 检察官却把国民党主席当成公司的董事，马英九当成业务承办人在办，完全不顾政党主席对媒体、对社会有更高的价值的义务跟责任，这个是完全很荒谬的行为。 法院审理的过程，检察官认为马英九是专案的主导人，所以伫讲唔知影交易细节，乌白用财会事宜暗砍犯罪行为，犯后态度无好，建请法院用重量刑，应该没收不法所得。马英九强调，做国民党主席前后，就算是赶紧处理动产，伊是看惯境才知影交易的过程，冇要求的合法，包括卖股权符合国民党和中投的利益。佮强调守法敢有唔对？ 张哲生先生跟汪海清先生2位，他们在处理这个公开发行公司的资产的处分的事项都没有背信的问题。那不管马英九先生他具不具有这个身份，基本上都不会构成犯罪。 专案干那前立委蔡正元被判刑，太太和张郎爸一审拢判无罪。蔡正元被以业务侵占判3年6个月徒刑，违反商业会计法，被判6个月徒刑，会使付罚金。法官认为伊利用交易的机会侵占阿波罗公司卖中影股权3500多万，佮用这的钱来还厝的贷款和选立委的广告费，将近3亿的犯罪所得拢予没收。